由安南區定海國小學生早來精彩太鼓表演，對了熱烈歡迎台南東北福倫社嘛有因長期推動希望月讀計劃加開書目，一擺因關注30萬予學校打造全新的潮間小學堂，協助改善閱讀環境加充實圖書設備。把圖書室也整理好了，我希望這些圖書不要放在冷氣房裡面吹冷氣。我希望你們常常去翻閱它，把它翻舊了、翻破了，我們再補給你沒關係，然後可以讓你未來可以找到更好的自己。看到圖書館煥然一新，而且都很好，要借書在那邊讀書，他們更有心來閱讀。這鎮海國小囡仔跟你也無關係啊，你嘛是要來解決因的問題，嘛是要做這服務。咱就是名副其實的一個代主代卑的行為。會中校長感謝台南東北福倫社的社會公益行動對因有真大的幫助，嘛讓閱讀成為學生的日常。在今天這裡，每一位福倫社的夥伴所做的，不只是捐贈30萬，而是不只是改造一個空間，你們是在替我們的孩子點一盞燈，一盞在他人生當中會一直亮着的燈。接着希望閱讀計劃讓偏鄉學生有更較好的閱讀環境，嘛讓教育希望照顧每一個囡仔的未來。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